自2024年6月13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巩固的根基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提摩太后书第2章14、19、26节。你着提醒大家，伫主的面前命令因，毋通为着言辞争辩，安尼做无利益，会互听的人受伤害。着尽力做，通互上帝看做可取、无见效的工人，正确解说真理的道。着闪避粗俗无路用的话，因为即款代志会互人若无敬虔。即款的话亲像毒疮摊开。富米乃甲菲利多嘛是即款人，因已经离开真理，讲国外的事已经过去，直到一寡人的信仰完全倒坏。上帝的地基坚固袂摇动，顶面有刻字讲：主捌属伊的人，佮讲求叫主的名的人，拢着离开不义。伫大经厝内，毋但有金甲银，嘛有柴甲灰的器具，有的做油的，有的做醋的路用。人若洁净家己，离开遮个粗俗的事，就会成做过去的器具，圣化互主人用，通准备好势做逐项好事。着闪避少年人的情欲，着甲遐用清气的心求叫主的人做伙追求公义、信仰、仁爱甲和平。毋通有愚妄无知的辩论。你知遮个代志会引起冤家。主的奴仆无应该冤家，着温和对待众人，贤教示，贤忍受，温柔劝解反对者，检采上帝会互因悔改、捌真理。安尼，因虽然已经互魔鬼掠去顺趁伊的意思，嘛还会醒悟来脱离伊的罗网。巩固的根基。假信息是中共对台湾的攻击手法之一，对台湾社会造成极大危害，包括造成公众畏惧和恐慌，破坏民主秩序。若是小者对教会上大的危害，就是宣扬似是而非的假福音。伫旧约时代有假先知，伫新约时代有假教师，因宣称家己奉上帝名教示人，却偏离正道，互人行上灭亡的道路。少年的传道者提摩太看见兄弟姊妹听信虚假的福音，必定心急如焚。但是保罗劝勉提摩太毋免惊，因为上帝所建立的教会根基是稳固的，袂互假教师动摇。主耶稣的教会有2个重要根基，第一个是主认得属伊的人。上帝是教会的主，伊会判断真假。上帝拣选属伊的人，也会弃绝遐个宣称家己信主，实际上却无属主的人。正如当年摩西带领以色列人伫旷野的日子，可拉顶人起来反叛，宣称家己属伫上帝，也有资格担任祭司，搁得到真侪人支持。当摩西面对可拉甲军队伊的人，并毋是靠家己的口才说服群众，
反正是将即件事交予上帝评断。摩西讲，上主要指示什么人是属伊的，什么人是圣，就会叫迄人就近伊。上主要予伊竞选的人亲近伊。无偌久，上帝亲自伫众人面前显出伊竞选亚伦的记号，搁用裂开的土地甲烈火吞灭科拉党人。伫科拉党事件上，上帝亲自强固信仰团体。对这通知，面对异端邪说，监察人的心的上帝是教会永袂动摇的首要根基。也因为安尼，保罗劝勉提摩太，莫甲遐个假教师争辩。这毋是讲毋免回应假教师的负假言论，是讲莫用拼输赢的心态来论信仰。因为拯救出伫上帝，所以用温柔忍耐的心，用和气的态度，正确讲解真理的信息，就是信上帝的表现。教会第二个稳固的根基是，迄自称做属主的人必须离弃邪恶，因为上帝是圣洁的。因为安尼属伫上帝的真信徒，必定会离弃邪恶，有备行善。伫新约中有真侪离弃邪恶归向正道的人物，譬如讲抽象的税吏、马太、撒该，就连保罗本身也是。伫教会实际生活中，相款有真侪见证人，这会回应主耶稣呼召佮悔改的圣徒，因的性命拢有备好，互主所用，是上帝家中贵重的器具，为主所重用。伫主内离弃邪恶，甲诚做圣洁是一体两面。积极的行动就是参与教会团契，到遐个用清气的心求叫主的人做伙追求公义、信仰、仁爱甲和平。伫主的恩典中，咱的性命见证也要互主所用，成做今仔日教会的根基。默想，对我来讲，上帝认得属伊的人，和属主的人必须离弃邪恶，具有甚物意义？对我来讲，上帝认得属伊的人，和属主的人必须离弃邪恶，具有甚物意义？咱来祈祷，监察人的心的上帝，伫你圣洁的呼召中，求你使我开力甲智慧离弃罪恶，成做圣洁，为主所重用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